我们现在紧接着要进行第二场。那第二场呢，它是1个钟头的那个演讲，然后30分钟的 Q&A。我们很不容易请到一个重量级的Stan 博士来这边，因为他的演讲太精彩了他从波兰过来他是满腹经文，非常的博学，经验丰富，又有才干，口齿伶俐。我们台湾女婿那如果有他会听懂一点台语那如果各位可以欢迎用台语问他，看你用哪个语言方便，你觉得我用讲台语比较方便，你就用台语问。我们会请我们这个耆难就读协会的常务理事，也是南湾同乡会的前会长陈俊成，他可以帮忙翻译，从台语变英文。但是如果说我要用中文问也可以，那就直接问我们斯坦博士，他直接用流利的中文回答你因为他是在政治大学念的学士跟这个硕士学位，然后去英国的大学念的PhD 博士学位感谢大家今天来了好多的会长跟我们的台派的精英非常的感谢你们在这个大热天的赶过来有好多会长在这边，还有好多长期在海外为台湾自由人权民主运动奋斗的老乡亲们、长辈们呢，也都在这还有几位外国人士，我等一下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会介绍3分钟介绍其中有4位是外籍人士，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听得懂中文如果听不懂的话，可以举手。我们斯坦博士呢，他可以讲英文过来。好，我这边刚刚收到一个 text， 乡亲叫 George， 说他跟丽华会参加来了吗？好，谢谢你们感谢，谢谢你们Michael 蔡OK， 他以前做过 Milpitas 的学区委员。他现在有一个他自己的小公司，专门制造无人机的零件。因为现在无人机在美国、在欧洲、在台湾，尤其在台湾发展的特别的迅速，所以呢，很需要就是说很多的大公司、中型公司、小型公司的大家一起在零件上面的供给尤其现在在战争的部分，为了要减少受伤的生命的损失，所以动用很多的无人机去侦查啦，或者是或者是whatever 做急救啦，都需要无人机所以呢，他现在呢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程零件的制造跟 assembly 好，我们谢谢 Michael 蔡，他非常的台派他的父母都是从台湾来的这样，对，他听得懂中文也听得懂一点台语所以我今天就请他过来，因为他很久没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都 focus 在他自己的 business 上面。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就是我这边要介绍一下，刚才有一位Asenia，OK， 你站起来一下好吗？他是我们斯坦博士的粉丝大家知道斯坦博士有30万多人的粉丝she is one of them，OK，so she is from Berkeley。OK， 他今天特别来 support presentation and also support Taiwan legal and also Taiwanese. That I study, I'm currently the PhD student in Berkeley School. So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come here. I'm so happy to meet you all. Thank you so much. 好，然后呢，我们这边有好几个会长还有那个居米廖他做过工程师协会的会长，他现在是那个顾问。你在哪一个公司？我在Applied Material。Applied Material， 所以跟智养一样我们这个Technical High Tech 部分今天是张智养在负责他也在 Applied Material 他是 Project Leader。他是在 Applied Material， 他做 Project Leader， 他做过这个工程师协会的会长，还有台湾文化体育协会的会长，然后还有这个他现在是台湾体育文化协会的顾问
那么它也是我们圣荷西急难救助协会侨委会底下一个组织的这个副会长。那我们现在直接台语就英文的翻译呢是Justin 就是陈俊成，他也做过我们南湾台湾同乡会的会长，还有圣荷西急难救助协会的会长那么今天非常感谢他来support 王文之我们他是那个他这次你面对一下我们的 audience。她现在也是我们台湾人非常优秀的女性她是出来竞选我们的Congress 国会议员众议员第14选区。对，第14选区，她非常非常的台派，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台湾她一中台湾为那个流利的中文，然后更流利的英文她非常的台非常的台。所以呢，他今天特别来支持。他刚刚有跟我短暂的对话，我一听就知道他非常台。他不用讲他自己台，我听他讲话内容我就知道他很台。OK， 好，谢谢你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斯坦博士，你稍微用2分钟介绍一下你自己。目前来说，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一些科技上的问题嘛，在科技之都一定会遇到一些科技上的问题嘛，所以我可能就是会跟就是说什么时候要换下一页这样的。那我的演讲呢，我们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嘛，对不对？不是1个小时的时间，30。OK，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嘛 ，Q&A 跟演讲合并，然后你们有问题直接问。如果中间遇到什么东西，就是直接跟我说，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聊天的方式来探讨。就是这个看起来是比较枯燥一点的，但是确实对每个台湾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他跑不出来，我的今天的演讲主题叫做对台湾特调的认知作战。那首先我介绍一下我是谁，帮我换一下下一页，谢谢。好，我叫斯坦，波兰的台湾囡仔。我的英文名字也是波兰文的名字叫 Stanisław Kwiatkowski。我是在台湾住10几年的人，我太太是台湾人，阮某是台湾人，所以我是一个台湾的家婿，我是台湾囡仔。但是我是我是台语学的因为咱袂讲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甲大家讲一个国语。不过我想刚刚补充一个东西，因为听到各种的那种系统，因为打来百五老师高啊尬台语，然后呢，因为有教罗、台罗，就是各种不同的系统，所以我们教材是用教罗的，然后他自己教我一些东西是用台罗。然后各种不同的系统，所以我常常那个脑袋也会很混乱的。所以刚刚Cathy 讲的要整合，我觉得确实有多多少少，因为对台湾这搞不清楚啊，更何况我几来懂啊，对不对？就是各种各种出现。那我是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ssex， 是全英国唯一天气好的地方，有刚通过考试。我的论文还需要做一些 minor correction， 就是要有一些微调，但是基本上我已经是成功拿到，就是这个考试资格已经通过了。我的博士学位是人权，然后我研究的是在遇到人权危机的时候，维吾尔组织在外的维吾尔人他们怎么样动员，然后怎么样发挥自己的社会资本来。就是追求自己的在政治上也好，或帮自己还留在东突厥斯坦和新疆的同胞，这是我的演讲，这是我的研究的主题嘛。那我觉得以未来来说，台湾的组织跟维吾尔组织其实有一些相似，然后也有所谓的联盟建立的，因为常常有维吾尔人跟台湾人是一起上街嘛，然后一起对抗来自中共的那种暴政。所以这是我研究的话题。那大家知道我应该是在 YouTube 上看到有个频道叫做新闻丁扣扣，新闻硬邦邦。我就是新闻硬邦邦的创办人，然后我们8年前就成立。所以只是说创办人听起来很高大上，对不对？实际上这个我们有100万团队，就只有2个人嘛，就是我跟我太太，然后还有1只猫。
哦，那只猫只会耍萌嘛，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贡献，根本就是2个人的团队。然后主要频道已经是超过31万，然后目前来说是全台湾最大的独立支持台湾主权，然后再讲国际新闻的媒体平台。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跟各界的国会议员啊，跟意见领袖、智库老板，就是拍摄采访，然后顺便在国际上推广台湾。然后我们在各个阵营都要建立一些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刚刚是从达拉斯回来，这次在达拉斯有参加 CPAC。那这次 CPAC 呢，其实台湾大使于大伟也有去参加嘛。然后其实你听每个演讲都离不开中共对美国的认知作战，中共对美国的迫害的问题。所以现在来自中共的威胁，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是有注意的。所以这对台湾来说也是可以跟美国的保守派也好、进步派也好，建立共同的桥梁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好，那帮我换一下下一页，我们就来讲今天的主题。OK， 好，它其实是要一个一个跳出来，但因为不是我的电脑，所以 OK， 好 OK， 那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台湾重要，对不对？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有哪几个原因？为什么台湾对美国来说很重要？可以说，有人先讲吗？第一岛链，没错，第一岛链是跟什么东西有关系？贸易嘛，第一个是贸易，然后第二个是战略位置，对不对？因为台湾海峡是非常浅的。然后，如果中共拿下台湾的话，就是它的核潜舰是可以直接通往，像是关岛、夏威夷，就是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部分。还有晶片产业嘛，对不对？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对美国为什么台湾重要？因为然后还有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嘛，然后美国也是以精神上都会支持，同样视为民主阵营的国家嘛。这是为什么台湾重要？那对中共来说，为什么他要拿到台湾？为什么他们那么的执着于台湾？这是有好几个原因嘛。第一个，他的目的，第一个他就是要控制台海的控制权，所以我们常常讲，他把台海要当做他的内海，当然要把台海内海化，这是战略位置。然后他要突破第一岛链，台海到了内海之后，他就可以投射他的影响力嘛，对不对？第三个，比较少人讲雷达部署，美国的雷达部署是可以监测到现在中共的海军。如果他掌握到台湾海峡的话，那就美国对中共掌握的情报也会变少很多。然后第四个是太平洋控制权跟危险投射影响。帮我看一下下一页，谢谢。那我们就快速的讲一下。但是接下来有一个东西是比较少人讲，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海峡，对不对？它是在贸易上就是提供各种的资源给日本跟韩国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但是它也是中国在接受像是来自伊朗的石油啊，或 LNG 或各种的商品，也是一个可以供给中国北方的一个关键的地方。那有些人说，但是中国跟俄罗斯拉了很多管线，对不对？但基本上是这个数量还是不足以能让中国就是自己维持它的能源方面的安全。所以在这里台湾海峡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中共那么的执着？然后我们再换一个下一页。LNG 是什么意思？Liquefied natural gas， 液体天然气。就是美国现在就是到处都要出售的液体天然气，然后波兰北边才盖了一个很大的接气站嘛，因为跟俄罗斯断绝了嘛，所以就是现在要换成买美国的资源。那帮忙看一下下一页。OK， 但是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因为对中共来说，他不在乎经济，他经济消灭了，他还是可以维持他的政权。像是毛泽东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中国有经济吗？在一起有大炼钢嘛，饿死了4000万人，他还是继续执政嘛。所以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是意识形态。那意识形态，如果他掌握了台湾，就可以延续他执政的正当性跟合法性，然后他也是一直在主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可以领导，就是中国人嘛，华人嘛。那在旁边有一个文化比较接近的，台湾是文化熔炉，台湾有各种文化的影响，但是毕竟台湾人讲的国语就是中国人也听得懂嘛。
然后中国人看到在旁边有一个民主国家，文化那么接近，那台湾人做得到，为什么中国人做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他们最害怕，共产党最害怕台湾会成为对中国人来说的一个灵感，他们怕台湾成为一个灵感，然后再加上就是他的那个对政权来说的压力，因为台湾的社会福利还蛮高的，然后发展的也很稳定，然后也支持创业。那中国人有没有很想要发挥自己的创新啊、创意，也想那共产党一直打压，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中共一定想要拿下台湾，一定想要拿下台湾。帮我看一下下一页，然后我们从这个东西，还有这个。因为以前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对不对？他的那个原因是要完成他的法统，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根据各种的孙中山曾经说过的话，现在共产党他已经是从法统走向民族大业，这个是很有趣，因为原本共产党是没有民族的概念，不应该有民族的概念，要世界革命。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跟一般的共产党不一样？它是结合了很多民族主义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听到什么日耳曼民族伟大复兴，不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不对？然后各种的民族大业，然后各种的往外扩张，然后现在民族团结法，民族团结法就是拿来消灭跟中国、跟汉人不一样的民族嘛，非我族类。这个是最可怕的东西。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在讲民主团结法的东西，因为现在像是反分裂国家法，然后民主区域自治法，然后自治法，然后民主复兴的部分，它把民主本身拿来当做一个工具，所以它就是自己认定谁是同胞，谁是叛徒，谁是汉奸，然后谁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以这个台湾人也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现在中共很喜欢把台湾抹黑成是民族主义，实际上全球最有民族主义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台湾。好，那我帮我们看一下下一页。OK， 那这个我就是举一个例，就是这是 George Kennan， 他曾经就是有讲这句话：苏联共产党仇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是什么。这个就是台湾人也可以完全套用在这个议题上面。台湾也是一个民主共和国，那我们的存在就是美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马列主义正当性的否定与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传染源，怕台湾成为敏感，所以中共才发动认知作战的部分。帮忙看一下下一页。我们现在讲快点，因为这是2个小时的简报，所以我要稍微把它浓缩一点。好，那 OK， 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团结促进法。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它现在已经是把宗教也是中国化了。宗教基本上是不可能中国化，不可能任何的国家化嘛，对不对？无论是基督教、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那现在实际上它就是要实施它的长臂管辖，它要管宗教，它要管民族，它要管语言。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民族团结为名，以民族团结为名来实施各种的打压。帮忙看一下下一页，因为这是最近才通过的法律。帮我换一下下一页，谢谢。OK， 那因为你看它的那个法律强调，它核心的意思是什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感。那是谁定义什么是中华民族？还是共产党自己？而且很有趣，叫做民族团结法，对不对？要以汉人为主，对不对？以中华民族为主。实际上下面它有一大串是在讲台湾的，要跟台湾同胞都是民族团结，然后它因为逻辑上台湾用中共的逻辑来说，台湾应该是属于一样是中华民族，对不对？以他的逻辑来说。但是他确实在民主团结法把台湾人跟维吾尔人跟其他的人就写在一起，所以他心知肚明台湾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国族上认同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政体，完全不一样的存在。帮忙看一下下一页 ，OK， 所以他把宗教、文化、民族认同全部都绑定在一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那如果台湾的宗教团体或是人被认定为他们从事所谓的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比如说就是台湾独立呀，或比如说台湾的牧师跟美国的牧师往来，然后互相办活动，可能就是声乐的演唱会，这个会被认定为境外势力连结。
那北京这样子，它可以引用这个法律来定罪，而且那个罪比是非常高的。那好，这是现在中共的思维，这是现在中共的思想。那我们讲到认知作战本身，直接换下一页，直接换下一页。现在因为从对内做巩固，他现在要把它往外释放，并且他的认知作战有包含第一个就是对台湾境内，要让台湾人第一个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政府，然后怀疑自己的制度；第二个怀疑盟友，怀疑美国。然后最终对中国产生好感，所以让美国的承诺跟价值观不被信任，这就是中共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帮忙换一下下一页。那手段呢？各界的，我相信各位有听过很多的，像是成立孔子学院，对不对？然后呢，华侨组织、同促会、商会、文化交流协会、统一促进部、中国旅行团去招待，然后收买政客，很明显，14选区加油，谈到那个收买政客的部分，14选区要特别加油。大家Eric 跟芳芳的那个合照大家都记得嘛？然后网红。或最近在纽约州政府嘛，也是有个共享，然后网红就很明显，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个就是走来走去说，中国的树好高啊，好大，好厉害，对，然后直接培养就是培养在地的华人参政，这也是有，然后国际组织、联合国、NGO、学者，像是最近包括那个 Jeffrey Sachs 啊，或那个 John Mearsheimer， 芝加哥的那个 John Mearsheimer， 也一直都是在讲很站在那个中共的那个立场的说法。然后还有一个，这是最新的做法，直接成立地方媒体，小地方媒体，就是说像在澳洲，它就是会在一个小城市成立一个报纸。然后，因为记者他基本上可以进的场合是比较多一点，然后用记者、地方媒体的记者做渗透。好，帮忙看一下下一页。那当然还有社群媒体，像是小红书、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等。我想请问一下，各位有在用中国软体吗？没有哦，你们好棒，好厉害，一定都有在看新闻，硬邦邦啊！所以就是这个一定要，因为尤其是在个人资料保护相关的，他们漏洞非常之多嘛。OK， 然后呢，他们还有招待或优惠待遇，就是各界的网红去中国玩。以前是政治网红比较多，现在是各界的，包括做旅游的、做健身的、做车的，都是被中国招待。做车的就会给你，像是你们北加州这边有一个我曾经很喜欢看的叫 Marcus Brownlee， 就是在讲苹果的东西。他最近都拍比亚迪有多厉害啊！车子有多性能有多高啊，都高大上，然后为什么美国有禁比亚迪那种东西？然后旅游的什么 Josie Lift 什么 Drew Binsky， 都是各种的拍娱乐节目。最近你们有没有很奇怪，一个一个的都跑去中国玩，一个一个然后都去重庆，因为爱重庆，就是这个是专门跟外国人合作的一个组织嘛。OK。我自己呢，也最近看到一个案例，我上个礼拜在 Dallas 拍街访嘛，就是问对台湾有什么想法，对台湾有什么感觉，有没有知道台湾现在面临的困境，然后觉得美国跟台湾有怎么样发展关系。然后呢，遇到一对妈妈跟小孩，小孩大概10几岁嘛，就是 teenager 嘛，来自德国。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说，你在亚洲住很久了哦。我儿子很想去重庆，你知道吗？10年前谁会想去重庆这个地方啊？因为讲到中国可能会想到什么上海啦，或什么其他，现在就是他们纷纷要去重庆，然后说因为那边看起来很像 cyberpunk 的那个风格，所以短影音看多了嘛。那我觉得 Dallas 比重庆好多啦，也比重庆漂亮啊。也比重庆安全啊！你要什么 cyberpunk 什么高楼大厦，我觉得 Dallas 更高楼大厦，而且跟 cyberpunk 一样，因为 cyberpunk 现在不是拿枪嘛 ，Dallas 也可以拿枪，就第2修正案是不是被重视的？所以就美国在这方面也要多跟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在做一些软实力的输出嘛，因为美国是一个我觉得全世界最棒的，也是唯一能维持世界秩序的一个国家。OK， 好，然后
就是还有各种的工商服务，最近很有趣的，以前没有鼓励外国人到中国投资跟做小生意。大家记得吗？大概10年前，有一些台湾人会觉得啊，我去中国一个工厂啊，深圳那边，然后批货，然后贴牌，然后在台湾卖，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东西。现在变成他们吸引外国人、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做一样的事情，就是买一些小东西，可能耳机啦，或可能一些蓝牙喇叭嘛等等这种东西，然后就是要让他们常常到中国，然后让他们对中国产生一个好感。帮我看一下下一页。那但也是说嘛，曾经是支持台湾的网红，这个影响馆长，大家最近也有看到，就是骂台湾骂得非常难听，而且针对馆长的部分呢，我觉得他已经扮演从大外宣，就是对台湾的宣传，他已经是慢慢的转向为大内宣，就是对中国内部做宣传。为什么？我们看一下一个东西，他们要塑造什么样的一个台湾人的形象？你们觉得中国政府、共产党，他希望看到怎么样的台湾人？不聪明嘛，黑道嘛，没见过世面的嘛，对不对？那就是馆长，那就是满口脏话，刺青啊，这种那种感觉，然后没见过世面到上海，哦，你们这里的树好高，好厉害呀，哦，祖国伟大。我想说，厕所有门的啊，厕所有门的，我从来没看过厕所有门的，对啊，树又高，厕所又有门，哦，第一世界。我想说，要看馆长要到加州去那个 Square Park 那边，世界上最高的树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那你应该要到美国，说美国好伟大，美国是那个伟大祖国最厉害的国家就是美国。馆长的那个部分是很有趣的，因为就是他要让中国人觉得台湾人都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了，所谓的井底之蛙的那种形象。那还有一些就是常常去中国玩的什么钟明轩等等这些，不一定是有拿到那边的好处或钱，但是一定是把那个风向跟那个节奏给带到。有一些是所谓的有用的笨蛋嘛，就是自己不了解是被利用的，但是他还是很乐意的被利用。所以这些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现在网络媒体发展的非常的快，然后大外宣也常常你会不知不觉的就受到它的影响嘛。最近我相信大家也听过那个范琪斐，我说中国熊猫好可爱哦，重庆好，又是重庆啊，没有成都了，那四川。然后还有带节奏的部分，因为我接下来会讲关于把台湾抹黑成纳粹的这个宣传。馆长突然间开始讲纳粹这个东西，因为是跟俄罗斯的宣传的论述有关系。馆长应该是纳粹跟那个什么脆皮炸鸡都分不清楚哪一个比较脆了，但是突然间就开始讲那个在搞纳粹。什么是纳粹？因为其实对台湾历史来说，很少人会在乎纳粹的议题了，因为这是欧洲的战场，把台湾抹黑成可能是军国主义可能会比较有用，但是他确实开始讲纳粹，所以说共产党是很没有创意，他直接学一些那个俄罗斯的那个说法，完全照着俄罗斯抹黑乌克兰的手段在抹黑台湾。好，那这是对台湾的嘛？针对日本也是走很类似的路线，因为我3页在讲日本，可以直接帮我换到就是再往下，在最后一页，因为这上面啊，开始，在这里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会讲韩国、日本，我短的讲。日本的宣传，其实跟对台湾的宣传是有点类似的。我们讲过，怀疑自己国家，怀疑自己的政府，怀疑自己的盟友，然后对中国产生好感。跟以前的论述不一样，以前是要塑造一个可敬、可爱、可信的中国形象，现在变成整个论述是先怀疑自己，所以就是抹黑日本政府。抹黑日本政府，说日本政府很贪污，日本政府是打压人，日本政府不在乎每个日本人的权利。第二个怀疑盟友，日本是美国的棋子，对不对？日本是美军不会来，美国只是在利用日本这个宣传。然后再加上他们最近也对冲绳Okinawa 刚好是在说 Okinawa 应该有属于中国，
然后攻击日本的时候也说要斩首、高市早苗等等这种话术，然后欢迎盟友美国嘛，美军不会来。那第三个对中国产生好感，说你跟中国往来，你可以发大财；你跟中国往来，你就可以做好生意，你就可以大家都一起赚钱。然后下一个就是韩国，因为韩国最近李在明上，李在明是非常的亲中的一个政客，跟他整个民主党都是非常亲中。以前在问到关于中国的问题，说看到中国人要对他们说谢谢，谢谢，还有谢谢，就是那个用韩国的那个发音说谢谢，然后再加上对，감사합니다，谢谢，감사합니다，谢谢。对，然后呢，中国可以带来韩国的经济复兴，然后帮忙看一下下一页。然后重点是说，针对美军驻韩国的美军产生一个很大的怀疑，说美国是占领韩国，然后韩国跟北韩没有任何的冲突，不应该有任何的冲突，因为大家都是韩国人。对不对？这是有这种的说法，所以，但是这也是造成了反效果，因为对美军，你原本答应的达成的协议你做不到，然后说我没有办法通过，所以最后也导致萨德导弹，跟爱国者飞弹部分是从韩国被撤掉了，然后挪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是对韩国也是收到认知作战很大的一个目标，所以中国针对它周围的国家。不只是对台湾，你们要想，台湾遭受的压力是最大的，但是日本跟韩国一样面临很大的挑战，而且最近韩国国会他们在有提案，你不能骂外国政府，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因为韩国人是很愤怒嘛，他们上街都是在烧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嘛，这个东西现在也造成就是民主党韩国的民主党民希月的民主党硬要把这个法律。强行通过。如果你是公开骂其他国家的政府的话，你可能要面临有期徒刑的一个处分。帮忙看一下下一页，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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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页。哦，我还会有讲到，再下一页，再下一页。对 ，OK。然后这个是重点。现在中共它用的是俄罗斯宣传的模式，它要用克里米亚模式来针对台湾。出手，这个是有非常多的智库有做相关的研究，像是你们加州这边的 RAND，然后 ISW， 澳洲的 ASPI， 还有 Asi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俄罗斯模式是什么东西？这里我就要稍微讲的详细一点。2014到2022年这一段时间。俄罗斯对2014年，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嘛，跟往顿巴斯这个区域出兵了。那他们那时候针对乌克兰整个社会做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认知上的攻击，不只是军事上的攻击。你们想一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哪几个理由？大家记得吗？民族 OK， 好，那他讲什么？是往对的方向。他有用一个词，叫做去纳粹化，大家记得吗？乌克兰是纳粹吗？一个会选犹太人做总统的国家，可能是纳粹吗？被纳粹迫害很惨的一个国家，可能是纳粹吗？不可能。但是他很会说谎，然后一直谎言，一直洗媒体力量，各种的网红，各种的亲俄网红。各种的亲俄的媒体的那个平台跟团体，一直在把乌克兰形容成是极右翼、纳粹、反对俄罗斯人。实际上，在乌克兰东部讲俄文的那些地区，杀最多的人就是俄罗斯军队，因为他们进来，然后开始抓人，然后还把他们当炮灰送到前线，然后有时候是自己杀，然后所谓的俄罗斯的公投，都是有拿着枪的人都在看你怎么投票，你敢投反对票吗？我想是不敢。这个是一个做法。中共呢，近期把台湾也抹黑成纳粹，把什么黑熊学院说什么纳粹党卫军，对不对？然后说谁在那个游行中是搞纳粹。台湾对纳粹历史，这不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台湾人了解纳粹的是很少的。那你硬要把这个形象贴在台湾人身上，你可能会觉得这做法不聪明。
但是他的目的也不是台湾人自己，他要讲给外国人。所以帮忙看一下下一页。纳粹这个东西是增加自己侵略台湾的正当性。第二个，内战论述，有没有听过？内战论述就是国共内战还没结束，所以如果内战论述的话，美国有没有办法干预？美国有没有办法救台湾、帮助台湾？根据国际法不行，因为你没有办法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啊。所以这个是还有扭曲2758号决案，说那是在合法的证明台湾应该有属于中共那边，但其实并非如此。2758号决案连台湾这个词是没有出现的，连中华民国也没有出现，只有说蒋介石政权，就是把蒋介石政权让他离开，然后让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来代表中国这个形式，所以根本就没有讲到台湾。他这个是内战论述，还有一个，这里我要补充一个东西，其实大家都在讲中共武统论嘛，对不对？其实有个东西大家要怕的比武统还要怕，叫做合同。如果台湾人觉得要跟中国统一的话，如果部分的台湾人，当然有些人说那些亲共派他们不是台湾人，但他们有没有投票权？有。如果在国会那些人掌握多数的席次，如果那种人不幸的被当选总统了，然后要跟中共签和平协议，这样美国更难以帮台湾，因为这是民主体制下的选出来的政权。所以为什么每次台湾的选举都像战争一样，每次就是在国家生存跟灭亡之间的一个战场。所以我也认为要有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公开的支持台湾，让台湾人，因为中共它是要消灭台湾人的对自己的信心，对盟友的信心，然后增加对敌人的好感，这个很重要。要增加对盟友的信心，要相信美国，因为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台湾。台湾一遇到问题，美国直接派军舰，美国直接提供武器，美国直接力挺台湾。美国是台湾最关键的盟友。然后第二，对自己要有信心。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台湾人自己建立了一个民主奇迹，民主排名最高的一个社会，然后治安的议题啊，工业发达的议题，台湾真的是在资源有限有办法建立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国家，这个要有信心啊！台湾人要以自己为傲，以自己国家为傲。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不要被那个俄罗斯论述去他们这个刚刚讲的就是那个纳粹化的问题，然后还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民族主义对不对？还有一个保护侨胞，他们说讲俄文的人都是俄国人，在乌克兰，其实并非如此。你如果是看人口普查，即便是讲俄文的人，多数是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在乌克兰，但是他觉得乌克兰政府是在打压俄裔的人，就是打压俄罗斯的那个族裔的人，实际上没有打压。实际上他们都是和平的生活。你如果是去看各个城市，他们就俄文跟乌克兰文都一起用嘛，根本就是塑造的一个假议题。现在呢，在台湾也要塑造出一个台湾人在歧视中国配偶也好，中国人也好，打压这个族群，所以中共不得已就是要保护自己的侨胞。这也是一个认知作战的部分，所以要非常的小心。一旦有这个风向被带起来，说台湾人其实你如果是看台湾的法律，台湾法律上没有对任何的族群的任何的歧视，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跟包容的一个社会。但是你一旦听到台湾政府是在歧视像是中国配偶，或台湾歧视任何的那个团体，你要想背后推动这个论述的人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思？因为俄罗斯当年侵略乌克兰，他用的论述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我们看下一个，然后再加上法律战，法律战就是扭曲，因为其实事实呢，因为中共最近也说了一个，他不承认旧金山合约嘛，那旧金山合约它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很关键的，你可以全文你可以在联合国的网站直接看到，它是联合国认可的一个合约嘛。那根据旧金山合约，台湾的主权是未定，未定是什么意思？这是最近国务院的立场。未定的话，就是要回到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主权在你，
人民自决。这个无论是川普、拜登，任何的美国总统都讲过，台湾人的未来是台湾人要自己决定，台湾的2300万人要自己掌握自己的未来。中共是不认这个合约，但是台湾人要坚持就是旧金山合约的精神本身，跟对台湾带来的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一个工具。好，我们到下一个。那么今天的演讲的一个重点，最近新战的做法，网络上其实它跟以前变得很不一样。以前呢，大家有没有知道詹姆斯顿研究所，Jamestown Foundation 詹姆斯顿基金会，一个在华府的智库，他们有做过研究，就是在2018、2019年就有2000万在中国境内的人在从事针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相关的工作，所以基本上每个台湾人都有一个专属的中国人在对台湾人洗脑。这是一个你们直接在那个 Jamestown 的网站是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所以需要庞大的人。那需要庞大的人呢，其实也很容易看到，因为来自中国的人要假装成自己是台湾人是有困难，繁体字有时候转得不像嘛，然后讲台语，有一些可能是福建的，他们讲闽南语，闽南语是跟台语互通，但是又不太一样，所以你听到那个怪怪的，你就会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台湾的，这是反串的，这是假装的。现在呢多了 AI， 所以这是好，有一些人可能在乎那个台湾的用词，我说数量跟质量、品质，但是这是中国自己的用法，所以我们了解对台湾有敌意的人要了解它的用法是什么，所以它从数量跟质量都有一个提高嘛。为什么是品质有提升呢？因为现在 AI， 各位有没有试过跟 AI 讲台语？跟 ChatGPT 有试试看啊，真的讲得蛮道地的他还可以写教台文，你直接跟他说要用哪一个系统，他都会写得很像，就是台湾人写出来的内容。更何况台式中文，因为它那个样本数是更高的，它可以学到的东西更多。所以你常常在网络上跟人家吵架，他很有可能就是根本就不是台湾人，虽然看起来是很像。然后现在内容就是有整合嘛，除了文字本身，图像、影片，现在影片都长得很像真人在讲话，对不对？所以在台湾有发生过，有个医生，实际上没有这个医生，不存在。然后他有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再讲一些就是健康相关的，然后突然间开始带风向说中国好伟大，根本就是这个人都不存在，这 AI， 这是 AI 影片输出，哎。然后就是再加上各种的迷因图、嘲讽图，这个是成本也是降低了。帮忙看一下下一页，谢谢。然后呢 ，AI 也会触发演算法。其实我做意见领袖嘛，我们新闻方面一直在想，演算法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早期 YouTube 的形态就是说，你拍影片嘛，然后有人订阅你，那订阅你了之后，基本上就会收到通知嘛，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到影片。现在并不是这样子，现在演算法是非常不同，你都不知道他在推什么东西给谁，然后影响到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难。所以我说，大家如果是有支持我们新闻帮帮，要发挥巡田水的一个精神，就是说每天看有没有更新频道嘛，有没有发新的影片，因为演算法常常根本就不推，然后针对反共的、支持民主、支持自由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不友善。但是 AI 机器人非常的掌握。要下哪一些关键字，要把内容推送给谁，然后要把哪一种论述来推播，然后再加上 AI 账号是互相之间讨论、互相之间分享，然后最后会推到你的前面，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风险。然后呢，荧幕它会跳出荧幕，然后变成一个实体的打压，因为你跟 AI 机器人吵架之后，你可能也会触犯一些法律，你也可能会过激。然后他最后会把那些东西拿来对付你，像是现在亲共派那些，他们会说青鸟很不理性，青鸟是会吵架的，青鸟是讲的内容是怎么样。实际上他们分享出来的那些所谓的青鸟写的东西，根本就是不是青鸟，也根本就是可能那个人都不存在，是反串的。而且以前是需要人反串，现在不需要，机器人直接反串，而且直接
好几倍大的一个数量。你帮忙看一下下一页。所以呢，我们讲到跳出荧幕变成一个实体打压，那有时候针对政治人物、针对意见领袖，会变成一个低影响但是高骚扰的一个慢性作战。什么意思？大家听到吗？有一些可能在政坛上的人，常常就是有被塑造成一大堆假新闻，被抹黑，说什么极端，对不对？像是沈伯洋委员，某一些支持共产党的平台，每天抹黑他，每天就是在讲他的议题，每天骂他各种的东西，真的假的都在骂。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岳父母，我老婆有个弟弟，那个弟弟呢，就我上次回台湾就是有跟他聊啊，然后我就说那个沈伯洋很极端哎，为什么？他有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讲不出来。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所谓的睡眠者效应，它一直在你的耳边风，一直在滋，你就会对它产生一个很坏的影响。虽然你也不知道他哪里极端，有接触过沈伯洋委员的，他是一个最温和的教授，讲的东西非常的稳重，非常的稳抽抽的，他被说成是极端，我是不信的。我觉得没有认识沈伯洋的人会说他是极端，他这个极端是完全两极化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说到认知作战，就会莫名其妙认为他极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但是负面影响就是有。那这个 AI 也是有对这个东西造成的那个影响力，还有创造政治疲劳感。在台湾最关键的是政治疲劳感，很多人都会跟你说蓝绿一样烂啊，选谁都一样，然后最后不去投票，你就是被敌人掌握。我们看一下下一页。那要如何对抗就是这个 AI 的舆论跟政治作战？有没有觉得这个图很赞？如果是在如果是用 Keynote 放，它会这样子动，然后那个口水会到处喷，很可惜，你只看得到那个静态的。好，我跟大家讲，你们看到 AI 账号跟你们在吵架，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跟他吵，直接封锁，然后要演算法站位。什么是演算法站位？你看到这些不理性的人，不理他，不要跟他互动。但是呢，在可能别人的粉专，你可以放真的资料，有可靠性的，就是新闻硬邦邦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新闻硬邦邦都有我经过那个场合的。然后呢，如果有看到有一些非常的扯的留言的话，可以截图，然后分享给别人说，你看，就是这个人很极端，我这个账号现在要带什么样的风向。那第四当然就是要多转发、分享跟留言给新闻硬邦邦。但当然就是我要推自己的内容，我没办法。帮忙换一下下一页。对，那针对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嘛，所以每个台湾的朋友都要知道一件事情：美国是保障台湾民主自由的最重要的盟友，然后军事上它也是唯一能确保台湾不被中共侵略的一个盟友，同时也是台湾高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彼此紧密合作，不被中共仇美宜台论影响，才能创造共赢最大化。台美两岸一家亲啦，不是什么中国跟台湾一家亲啊，真正的一家亲是台湾跟美国，因为价值观一样嘛，都是民主国家嘛，都是主张人权，不是价值的，对不对？每次台湾遇到问题，美国都会帮忙。台海危机发生了多少次？最后救台湾的是谁？美国。所以美国也是对台湾最有帮助的、最能影响台湾的、也最能保护的一个国家。而且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台湾这个我是主张，台湾在两个阵营都要有朋友，要让台湾人觉得，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对台湾来说都是 good news。那也一定要跟两个阵营好好的发展关系，让美国保护台湾成为一个大家的共识，两党的共识的。我们帮忙换一下下一页。那当然呢，也要支持我们新闻硬邦邦，全台湾最大的独立国际媒体。